女人40呢，一枝花，大個豬腰唔掂呢，乜都係假。男士更加要注意啦，所以麥包今日分享一個黑豆豬尾湯俾大家。你哋之前有冇飲過呢？我哋準備好黑豆、斬好嘅豬尾、山藥乾同埋去核嘅紅棗。記得提前用清水浸泡黑豆20分鐘。買豬尾嘅時候呢，我都會叫阿豬肉佬幫我斬好嘅，費事自己斬啦。記得放2片薑，我哋飛好水之後呢，撈出嚟清洗乾淨備用。放入豬尾同埋黑豆，加入提前燒滾嘅熱水，煮佢個半鐘。好多朋友呢唔知道每日要煲咩湯俾屋企人飲啊！而家喺評論區呢評論養好自己就可以領取麥廚嘅靚湯大全啦！記得留言啦！煮到1個鐘之後呢，放入山藥同埋紅棗。紅棗記得去核先唔燥㗎，繼續煮個30分鐘。嘿，一煲味道超正嘅黑豆豬尾湯就煲好啦，加啲鹽，超正啊！靚女們，多啲煲呢個湯俾自己飲啊！記得留碗俾老公啊！你問我點解？